娘来了，大娘不想，夫人生的什么病啊？小七十夫人生了疾病，再叫我去接大娘回来的。大娘，夫人她没有生病啊？怎么？咦，夫人没有生病啊？没有生病？怎么有啊？难道我今生落叶尽？啊，嫂嫂回来了！娘，嫂嫂回来了！媳妇参见婆婆。罢了。夫人，你们都与我下去。是。方才听两宝言道，婆婆身子欠安，不知生的什么病症？是心病。媳妇久所愤恨，是要帮婆婆私财。哎呀，不归当，不归当。嫂嫂，我们几次查证接你回来，你为什么这次还不肯回来啊？只因我侍奉继母病体，无法脱身。那么亲家母病体好些了吗？托婆婆之福，继母病体已好得多了。我说亲家母啊，多亏在长江里救了你这个小人的女儿。啊，媳妇啊，我早就想问你，你到底是哪里人士？生身无母是谁呀？媳妇原本信奉是三公立人人士，父母不应早年丧堂。只怕不对的吧？何以见得？你瞒得了别人，却瞒不了我母女。劝你们实讲的好，媳妇实是信奉，故寄于楼家。婆婆因何见你？我去问你，哪一场送信的哥哥，听见哥哥对你说，不许迎风小弟，言语谨慎，实被不昧之道，岂有非相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哥哥此言的蹊跷，为什么怕我们母女来知道？为什么你凭着对我们多冷淡？为什么你死于怨恨？常来烧，分明的来终于必当时，不知道心里何必想？这是我们夫妻之间在房中的喜宴，姑娘想到哪里去了？好一张离口！你可知只是我接那一张？事出有据，休得拉，休得拉！你三分貌似下有你，分明你少林女扮下有样，下有样。我心中真为别心想，夫妇见你我非才讲，明红毛龙生不少，怎能富贵把在家？话一巧女不中用，劝你们讲真话，讲真话。句句实言你不信，那天大的我不敢不想，此地婆婆对楼家。什么？哪里去？寂寞病体为女，委屈侍奉。今天休想
管讲什么理？快与我回房去！走，去，下去。娘，他傲听阳关不肯承认，还是领他送归考问，怕他不招。对。这样将他打死往内，明日一早送过，又叫他这样来。